YouTube 成日吹，水唔沒嘴，一標題話香港7級海嘯，嚇到隔離阿伯心臟病發，個仔又去咗移民，自己一個孤零零，無人無物，仲要等海嘯嚟。各位街坊大家好，我知而家成日聽到嘅天災消息話，2025年7月5日，日本同菲律賓會有大地震，海嘯可能會影響香港，真係令人擔心。但係我哋都要保持冷靜，活喺當下，珍惜身邊一切，同時又唔好掉以輕心。為咗令各位街坊安心咁生活，我哋特別落咗搜查令柯打，俾2位文字搜查員 Deep 哥哥同4仔嚟幫我哋嘅街坊去拆解一下。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請先訂閱，以免錯過啲免費又幫到你增值嘅有用資訊。一有新片就通知你，記得分享我哋嘅影片，俾更多人學會你所知道嘅事。你好，我係專玩踢爆嘅阿 Deep，今次為你查證驚嚇性標題：香港7月將會有7級地震嘅果類報道。我可以從科學常識、香港地質背景、學術界共識，幫你拆解呢類驚嚇式標題係唔係可信，並教你如何反向查證。而家啲天災信息真係多到洗版，有人話日本7月5日會有毀滅級地震海嘯，仲話會影響埋香港，搞到人心惶惶。不過啊，人生就係咁，驚又一日，笑又一日，最緊要係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但話分兩頭，我哋都唔可以當啲風險冇到㗎嘛。今日就同大家做咗啲功課，由科學角度拆解，到底香港受地震海嘯威脅有幾大？等大家自己揀，究竟係日日擔驚受怕，定係食住花生睇下個天跌落嚟有幾奇玩？傳媒誇大其詞，係人類社會生存無可避免嘅特質。但係我哋文字搜查員嘅存在，係希望人活得更加文明進步。我為咗 YouTube 2次創作所發佈嘅驚嚇影片，再搜索源頭，發現咗引用 TVB 日前訪問中文大學地球與環境學系教授楊宏峰嘅一番言論。以下由我嘅文字搜查令拍檔4仔對 TVB 日前訪問中文大學地球與環境學系教授楊宏峰於無線新聞官網嘅報道，為大家作出分析。各位，我係4仔，等我同大家作出分析。根據新聞報道，楊宏峰教授嘅講法主要係提醒香港，雖然唔喺主要板塊邊界，但附近嘅濱海斷層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以下係我嘅分析，有4大重點：一、警示作用，而非預言災難。楊教授指出，緬甸大地震震央所在嘅實階斷層，距離上一次有超過180年嘅沉寂。呢個現象可以解釋為地震空區，即係長期冇地震，可能意味住潛在嘅能量累積。佢認為呢個現象對香港形成一個警示，提醒我哋唔好以為冇發生過大地震就等於安全。但係佢並冇話會有大災難，只係提出一個可能性。二、濱海斷層嘅特性。報道中提到，香港以南50至60公里海底有條濱海斷層。雖然呢條斷層唔係板塊邊界，活動性較低，但歷史上兩側嘅海南同潮汕地區曾有大地震記錄。教授提醒，長期冇發生地震唔代表冇危險，反而可能隱藏未來爆發嘅風險。三、關於板塊移位嘅說法，至於有冇提及板塊已經移位，楊教授嘅講法並冇指明板塊發生明顯嘅移位。佢講嘅重點係斷層活動性同地震空區現象，並未有直接證據顯示板塊大幅移動。換句話講，佢並唔係話地殼突然間搬咗位，而係以歷史數據作警示。四、媒體標題與內容之間嘅距離。媒體往往為咗吸引眼球，會採取誇大其詞嘅標題。雖然標題強調濱海斷層同提高警覺，但實際上教授嘅說法係提醒大家對地震風險保持警惕，而唔係預測香港即將發生災難。事實上，香港天文台同其他專業機構都曾經表示，香港受到遠距離大地震同海嘯直接影響嘅機率極低。我4仔對呢則新聞嘅結論，楊教授嘅言論從科學角度嚟講，係一個於公眾面前合理嘅警示，提醒大家對地震風險保持關注。但佢並冇暗示板塊已經發生明顯移位，亦冇斷定香港將來一定會有7級大地震。
媒體嘅誇大標題只係吸引流量，唔代表專家有預言到確定性災難。大家應該留意官方同權威機構嘅資訊，保持理性，唔好被誇大嘅消息嚇到。日本政府喺3月31號有公布南海9級地震嘅最新傷亡同埋經濟損失預測啦。嗱，佢哋自己係預測啦，佢哋嗰個地震呢係有9級噶，係日本自己國內預測會有9級啊，至少9級啊。咁讓香港澳門都領嘢噶，佢哋成30萬人死都已經叫少咗噶咯。呢段內容主要講緊日本政府最新公布嘅南海9級地震預測，包括傷亡同埋經濟損失。但係入面有幾個問題值得留意。9級地震預測係咪確實呢？日本政府定期進行地震風險評估，南海海槽的確有發生大地震 M8 到9嘅可能性，但係9級唔係一定會發生，只係最壞情景嘅預測。過去日本地震預測強調可能性，並非確定性。網上有時會誤導性引用。地震影響香港澳門9.1級地震，如果發生，確實可能引發海嘯，但關鍵係海嘯能量傳遞方向同海底地形會影響範圍。日本過往大地震，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 M9.1，對香港冇造成海嘯災害，因為能量主要向東太平洋擴散，而非往南。1960年智利9.5級地震所產生嘅海嘯到達香港嘅時候，浪高只有幾厘米。可見遠距離地震對香港影響有限。3、誇大恐慌，冇提供實質證據或專業計算支持呢種說法。喺事實上，日本政府嘅預測係針對本國影響，而非香港。香港天文台或者地質專家亦都未有類似預警。結論，呢段內容帶有煽動性，但缺乏實質數據支持香港會受9級地震影響。專業機構如香港天文台、中大地質學者都認為香港受海嘯或者大地震影響機會極低，冇需要過度恐慌。可靠資訊應來自政府或者學術機構，而唔係單靠 YouTube 片段標題或者片段解讀。而家到我嚟教大家快速判斷吹水嘅3大科學漏洞。1、香港嘅地震風險級別。國際權威數據，香港位於歐亞板塊內部，遠離環太平洋地震帶。歷史上最大地震僅1918年汕頭7.3級，震中距香港約300公里。香港本地從未錄得6級以上地震。香港天文台官方說法，香港天文台官方講法明確指出，香港發生6級以上地震機率極低，因缺乏活躍斷層帶，連5級地震平均每25到30年先至一次。2、7級地震嘅觸發條件。7級地震需長度大於20公里嘅活躍斷層突然錯動，而香港已確認嘅斷層如屯門斷層，長度短且活動性微弱，能量累積根本唔夠。對比日本同台灣，呢啲地區有板塊俯衝帶，能量釋放頻繁，但係香港地殼穩定度相差108000里。3、平日點樣去拆解網上留言，好重要睇所謂學者係邊個，查證專家背景。真正嘅地質學家會署名研究機構，如港大地球科學系、中大地質系，並引用同行評審論文或政府地質調查報告。若影片指模糊稱，學者卻冇具體人名，論文出處可信度極低。反例，2023年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發布香港地震危害評估，明確計算香港50年內發生6級地震機率少於1%。我哋好多謝 Deep 哥哥同四仔為我哋分析得咁清楚。有網上傳聞講得好誇張，話海水會將大陸隆起連接香港，呢啲情節根本唔符合地質常識，只係集體心理，暗示大家聽住嘅假消息只會令自己生活陷入恐懼。其實人生選擇開心過日定係活喺驚恐之中，全靠自己。記住，現實上香港嘅安全機制同天文台監測都好完善，唔使因為傳聞而驚到失眠，同時都要保持防災意識。若果真係有警告，時間都夠你撤離。希望大家聽完可以自己嘅心情係自己嘅選擇，唔好讓恐懼左右生活，多啲同朋友傾下偈，放鬆心情，好好享受而家呢個時刻。冇錯啊，當官方有預警嘅時候，
香港人仲可以有足夠嘅時間落街篤翻串魚蛋先嘅。各位又點睇呢次嘅吹水洗版事件呢？信定係唔信？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哋文字搜查員，等我哋可以貢獻多啲數據。多謝。我誠意邀請你嚟我哋呢度輕鬆交流，讚好、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 bell，有新片第一時間會通知你。更加希望你大方分享俾你嘅朋友，等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齊學正啲。拜拜。成日吹水唔抹嘴，日日標題話香港七級海嘯，嚇到隔離阿伯心臟病發，個仔又去咗移民，自己一個孤零零，冇人冇物，仲要等海嘯嚟。聽到都發憎，日日吹水都要爭，淨係識玩粵語劇情，再咁吹落去好易失業。YouTuber 成日吹水唔抹嘴，日日標題話香港七級海嘯，嚇到隔離阿伯心臟病發，個仔又去咗移民，自己一個孤零零，冇人冇物，仲要等海嘯嚟。孤零零，冇人冇物，仲要等海嘯。